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要来讲雅歌。雅歌算是一本真特殊的册，有淡薄仔像迄个情书安尼，情书台语安怎讲啊？台湾人若讲较早就叫拉布列达。哦，咱个对英文对日文对咱遮来，咱就叫拉布列达。遮高级吧？好啦，牧师感觉写过拉布列达，捌啦。迄个年代应该拢会写啦。啊，无咱也无确定的。无甲遐慢讲，都还可以抄什么情书大全呢？迄无甲遐慢。我是直接的，我就写安尼啊。直接写比较亲切，更水的。啊，甲这本比起来，应该无。哦，我毋敢写干呢。咱都会读得知。我嘛捌写过呢，我这个年代可能上尾爱写love letter，都要用手写啦。我即嘛真侪人拢用拍字啥，我现在就是有捌用手写过，啊嘛捌用传真呢，因为出国啥继续写，啊嘛捌帮别人写过呢。没有，因为真侪人不要写，就拜托我帮伊写呢。我讲互伊写呢啦。这集雅歌的有淡薄仔感觉，真侪讲的头拢甲跳过去。可能用一两句来讲吧。对啦，拢用一两句啦。啊，普通人你讲来顶讲，大概拢会出一种信用的角度去讲啊。啊，是讲迄个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候有当时引用的，引用啦。结婚嘛是会对，这样样。对，所以咱即嘛开始讲这，那对圣经较有了解的，知影阮的讲啥？啊，你若拄摸着圣经尔。圣经内底有一本册真特殊，伊毋是写因的历史啊啥，伊就是写敢若两个人伫谈恋爱安尼。话语讲做情歌啦，情歌啊，伊本来英文是写，那反正英文是写 Song of Songs 嘛，就是歌中之歌的意思。啊，我看人写是讲希伯来文较汉地用迄个形容词。所以你等下听上面万王之王，就是上高级的意思啦。对，啊，这是歌中之歌，所以这应该是讲上水的歌的意思。对，啊，咱就甲翻做雅歌，上高雅的歌。你若去看伊个什么注解册啊，差不多大部分时间拢在讲，先来有一本，先来圣经还是有一本。牧师以前翻译的时阵，敢有感觉这本较特殊、较歹翻？没咧，大本有大本歹翻的所在啦。啊，你若普通的散文是基本上是拢较好翻，因为无啥历史的问题嘛。对啦，啊，若诗歌吼，都爱小较注意，意思翻好，搁爱搁翻好文雅。啊，那我都伫遐甲做，互伊做一个对，安尼搁较好啊。所以想了会较济啦，但是像这本内底有真侪迄个，譬如讲灵啊，迄个灵啊啦，查某人的灵啊啦，的身体的部位啊，对啦，直接写出来安尼，就照翻出来对，咱等下就会读着啦。啊，所以我看人写是讲，有一个解说方法啦，就是虽然这本讲真侪是男女中间的代志啊，你会使甲想做是迄个上帝甲以色列的关系。基本上这本册后来就是因为做这款解说才留下来，毋只是做这款解说早来互淡掉呀。对，想讲奇怪，那有一本内底拢在写呢。这是上帝甲以色列都差不多，以色列人都是安尼想啊。啊，你甲新约的是基督教的，有的就甲想到基督教教会啊。差不多，不管咱是用信仰的角度去看这本册才有可能留来。所以就是，但你若听到查甫的甲查某的，查甫会使代表是上帝，查某代表是以色列，还是讲查甫的代表是基督，查某的代表是教会，还是讲信徒，就讲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对了，其实这对迄个咱们讲的何西阿这本册有讲到。咱有机会录到就去讲到这个关系，这不是突然造出来一个想法啦。就是讲真正都有捌甲迄个的上帝甲以色列关系比作是敢若结婚安尼啦。但是我开另外一个讲法咧，就是咱一开始想要讲这个 love letter 这样代志。
就是开始有这个大家爱看电视了，就美国甲英国有一派的牧师是真好讲，啊，真好会使录影啊，我几啊千万人安尼看，啊，现在都有觉得或者大卫鮑森，伊就批评大家这个做法啦，伊就刚刚讲有当时啊，你迄个圣经你爱用迄个字面去读，伊就甲你讲这是上水的歌，上水的诗歌，你就甲当作是诗歌来读就好啊。而且伊讲咱慢慢想过理性，你知道吧？就是希腊人，伊拢会感觉讲肉体的物件拢是垃圾的，对啦。所以你内底读着这本册讲了什么身躯的部位啊，是啥要等你啊，啥这个。对一个人安尼肖想啊，是讲对一个人安尼追求啊，这是世间的世俗的物件，这拢是无好的。咱那个专做是较高尚的，不管是对信用啊，还是讲对什么道德啊，这款的追求，就是有这个受了希腊人影响，你大家讲这本册袂使来读。啊，另外一个是 C.S. Lewis， 伊嘛有出一本册，一本册嘛写得袂歹，伊就讲。伊本咧分这4类是足出名嘿，4种爱，伊就讲，咱一般是讲疼嘛，啊，希腊人因为真理性，伊就甲分做讲有啥物男女中间的啦，啊，朋友这款的嘛是一种啦，啊，还有迄个性的这款的性爱嘛是一种，啊，上好是无私的大爱，嘿，这。但是因为安尼分了，你会发现讲你个人，你看我今晚拍片要甲夹读出来，你个人斗阵的时阵啊，你定下都会受到这影响。你会感觉咱有一个鼓励啊，到一个听到了就爱较细腻的。对啊，这我会补充的差不多安尼啦。一派就是该当作是信用来看，一派是讲。字面嘛去欣赏啦，这对啦，这个讲照民，这其实是一寡民间的爱情的诗歌吼，啊，可能伫所罗门的是集起来吼，这种的看法吼，最近才相对主流呢。那较早就是像你头先讲的，讲就是拢一直甲信仰化、属灵化哦，不管是上帝甲以色列，还是讲基督教教会，啊，即嘛这几年。包括这本什么人写，就连华无书写啊个注解，伊无讲唔好啦，但是对伊的文笔看出，伊讲伊嘛是赞成讲，这其实就是真歌啦。就是在古早3000年前的拉布雷卡，大家甲收起来呢，啊，教会就是因为甲信仰化，所以才甲收入去正典啦。这敢若中国的诗经嘛是，中国诗经内面嘛就讲了，你要讲开嘛，就足错咧。查甫人迄所在，伊讲到铜管呢，铜管的红管就是迄那翘起来时阵，迄个变红色啊。迄个字句伫诗经内面嘛出现啦。写就明的啊，你伊今日那变做经，嘛是你甲解说做。要诚做圣人的过程，你得爱安怎。哦，迄个毋则闹会落来，啊，若无早就叫等来知。对，因为迄个猥亵啊，像迄个物件，甲写到迄个经典内面。哦，啊，有诶是真面迄，像说《金瓶梅》这都无法度。哦，迄都无法度讲了伤个信用。迄无法度，迄要安怎转也转袂过。对啊，但是咱讲一寡伊的背景好啦，就是因为有写讲这是。大笔王的，所罗门王的诗歌嘛，啊，这有可能是伊写的，嘛可能是为了伊写的，还是讲甲有关系？对啦，对，这真歹摇啦。但是你的时代，所罗门王听讲是有60个后宫啦，反正就真济的对，啊个公路啥，这本敢若是确实一个查甫啦，所以敢若无啥合。新的翻译就拢有一个男甲女造出来，那就是戏剧咧对比咧对位安尼。哦，对，因为伊这有当时写的，毋知是上下啊。我看即嘛翻译拢有甲写讲，这段是新郎啊，还是新娘？对，查某甲查某的分得出来对。即嘛翻译的倾向差不多了。拢安尼翻，咱来个读出来好啊，因为西瓜对头读到尾啊。对啊，迄阵读好啊，本来是感觉较无哦，即摆现代
台语本就读哦，佫较背好势有影。这讲较早要收入去经内面啦有影。而且较早要讲的嘛无简单呢，即嘛要讲可能嘛无啥简单，无简单，伊一定要选一寡特别的句啦。你有一寡字句，伊安怎转都转袂过啊。对啊，但是我要讲一个故事啊，你等大家若听的时阵，会使安尼想啦。对，就是女性敢是一个尔啦，查某有敢若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牧羊人，一款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想讲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就讲这个查某的一开始拄着一个牧羊人爱着伊，后来发现讲伊是国王，伊真想要跟这个牧羊人做伙，到尾来发现讲可能身份地位无共啊，是啊，但想要因为做伙就对了。这个国王嘛，感觉讲伊上疼就是这个女性，安尼你就感觉这个故事真水，袂足乱嘞。但这一种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啦，这是老布雷塔嘛，就是讲伊逐句拢会使有一个情景会使互你去想象啦。虽然讲是老布雷塔，伊嘛是一个重点啦，就是定会用做是，不管是结婚啦，还是讲迄个宣扬信用的时阵，拢会用一句来讲的较亲密安尼啦。而且听这样代志是，还是讲信用这样代志是非常值得你写真水的诗歌来学乐。对，我感觉真好，这非常的。保罗其实颠倒保罗是颠倒更较敢讲这，特别伫查甫甲查某的迄款的听的，彼此心智肉体彼此相听吼，迄更较会当表达出两个人结连做各一体，迄足好的好，足水的水的物件，迄真正是真好。你会得到真大的保护甲安全感，而且你若是专一的，这个迄个保护会更加明显啦。对。而且是讲，你会愿意去守护，嘛愿意去等待啦。对了，伊有遮尔啊悬的价值啦。对了，好啊，咱来读啦。雅歌第1章第1节，所罗门诗歌中的诗歌，来用你的喙甲我斟，你的爱情比酒较好。头前有写新娘，这就是女，这是女的，查某在讲的，这查某讲。第2节我读一摆吼，来用你的喙甲我斟，你的爱情比酒较好，你的香油实在真香，你的名亲像倒出来的香油，所以无一个查某囡仔无爱你。请牵我，咱紧来走，王啊，带我入去你的房间，咱来欢喜快乐。你的爱情比酒较好，莫怪所有的查某囡仔拢爱你。亚罗撒冷的查某囡仔，我乌毋过生做水，亲像基达的布边，亲像所罗门的长梨，毋通因为我皮肤乌乌，直直甲我看。咱即马开始读了，我嘛真爱读这话无，毋是讲话无的，我真爱看人写文章啊。伊这写得好是讲，伊真够形容啊。对了，有当时你用比如，你讲真芳。甲比酒较芳，这文学的迄个展出都无共款。对了。但是有一寡是时代问题啦，譬如讲，即马你听起来应该知影讲，这女性是皮肤较乌，对。迄个时代的人可能较爱较白的人，可能这查某伊本来是，到底顾伊我的啥，伊就讲，我虽然乌，但是我嘛真水啊。像迄个基达的帐篷，这就毋知什么意思，这就爱迄个现代人较知影。可能因迄个王宫内底迄个布啊，真水啊，所以虽然伊的色毋是白色的，但是嘛真正爱。而且是讲毋通因为我皮肤都一直甲我看，其实我是去互日头晒乌的啦。毋通因为我皮肤乌乌，直直甲我看，迄是日头晒的。我兄弟对我受气。叫我去顾葡萄园，我煞袂当照顾家己的园。我心爱啊，甲我讲，你伫什么所在伫饲羊？中昼伫倒位，互羊休困？我才免伫你的东畔的羊群中四界找你。第8节，查甫囡仔中上水的啊，你若毋知我伫倒位，
对羊群的骹只去，伫木者的布边边饲你的山羊啊！我的爱人，我看你亲像发热战车的马，你鬢边的砖塔，互你的面真水，你的颔棍挂真自然，真好看。我要甲你做金的链啊，镶银的纽啊。两边查甫甲查某拢在讲，对方拢诚水诚缘投。真好看咧。对啊，嘛拢真好写，这敢若是 love letter， 真要紧的一部分。爱学了对方诶，伫你诶心内是上水上好看诶人。12节甲14节换做路会咧讲，王坐倒时，我哪得香油沁出香味。我亲爱，你是一包木药，挂伫我诶胸前。我亲爱，你是一帕增加花，伫阮基地诶葡萄园内咧开。所以才有做些墨药啊。木药是一种，中药嘛有即种物件。迄阵朴树对上牙所物件，乳香甲木药啦。对，迄个年代有一个算讲真贵重诶一个香料。对。15节换男，我爱人你真水，实在真水。你的目睭亲像粉鸟。16节换女，我亲爱，你真英俊，我真介意。咱用青翠的草布做床铺，用碧香茶做厝的娘，上碧茶做角啊。所以这就刚两个人在对话啦。即摆翻译拢即款翻译法，男女啊无就新郎新娘安尼互因对话安尼。但是本来跟我写的，较早无了。但是即摆研究吼，感觉爱安尼写安尼翻才对。无，因为拢敢是第一人称来讲的乱气，有当时讲乱气对。敢对方是查甫的，有当时对方是查某的。对。但即摆分出来的加明显啦。第2章，我是山峦的玫瑰花，是山谷的百合花。第20节换男，我爱人伫查某囡仔中，亲像刺配内的百合花。伊则点来用着花呢，有当时啊是啥物凤仙花，这是百合花、百合花，这伊嘛用树啊，查甫可能拢是树啊，查某拢是花，几啊千年来拢差不多。但是你也知影讲伊人高写的是因为伊，互你的 image 造出来。是的，对的，2章30以下是女的，我亲爱伫查甫囡仔中。亲像树林内的苹果树，我真爱坐伫伊的阴门下，伊的果子我食起来真甜。伊带我入宴席厅，用爱情的旗嵌伫我的顶面，用葡萄干丸补我的力，用苹果赞我的元气。我爱伊爱甲破病，用倒手扶我的头壳，用正手揽我。亚拉撒冷的查某囡仔。我只羚羊甲田野的乐舞，恳切甲恁吩咐，毋通拍醒，毋通搅扰阮的爱情，到阮欢喜满足。即嘛有别人出现啊，对其他的在女性啊，你莫来甲我乱，莫来甲我唱，我这是独一的，就是跟他我甲伊尔。你像伊即嘛，个有拄有树啊，你像个树啊，个苹果，会互伊得到快乐。第2章第8节甲第10节是女的吼，这是第2首诗啦吼，第2首歌。所以到拄啊遐算第一首了。第一首，即摆来第2首，第2章第8节开始。看咧，我亲爱的来啦，伊搬山过岭，跳跳跳跳得来。我亲爱的亲像羚羊，亲像鹿仔。你看，伊徛伫墙仔外，对窗仔伫看，对窗仔纸伫探。我亲爱出声对我讲，过来是换男，我的爱人，我的美人，起来，咱来去。冬天已经过，雨已经煞，花已经满遍地，鸟仔唱歌的时到啦。伫田野有听见搬家的声，无花果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我的爱人，我的美人，起来，咱来去。我的粉鸟啊，你秘伫石棚内，伫山岩温密的所在，求你互我看你的面，听你的声，因为你的声温和，你的面真水。甲阮掠互你，遐损害葡萄园的细只互你，因为阮的葡萄拄啊在开花，这是男。
这第二首就是讲因两个人要拄着，这女性这查某伫等迄个查甫诶，来了拄也是较用迄个食物，花啊、树啊，即嘛是用动物啦，变成讲这查甫那螺啊，这查某诶那婚教，伊讲那婚教遮尔啊水，还有声，那叫声遮尔啊水，但是因不是拢会欢乐去用破坏啊。像叫狐狸啊，狐狸就是因有种葡萄啊，啥狐狸会去甲偷食。上摆关讲伊迄个要安怎解说啊？伊本来写迄个image的真丰富啊。对了，用的文字啊，啥东西，确实是西瓜啦。第2章16则换女诶唱歌吼，我亲爱是我诶，我嘛是伊诶，伊伫百合花中伫饲羊，我亲爱啊。你着伫日亮冷春长诶时转来，亲像羚羊，亲像鹿啊，对坎坷诶山岭倒转来。对，伊可能去做工课啊，去饲羊，嘛淡仔等待伊转来。第3章，这继续是女诶吼。我暝时倒伫眠床，我要找我心爱，我找伊找无，我起来伫城内四界行，伫街头巷尾找我心爱。我找伊，毋过找无。城内巡逻诶人拄着我，我问因：恁有看着我心所爱无？我离开因无偌远，就找着我心爱。我甲伊牵着，毋互伊离开，到我带伊入去阮老母诶厝，就是欢迎我迄间房间。要落山顶诶查某囡仔，我只羚羊甲残影诶老母。恳切甲恁吩咐，毋通拍醒，毋通搅扰阮诶爱情，到阮欢喜满足。所以即嘛就是讲，因有分开啊，伊想讲伊半暝会转来，但是无转来，所以这查某个去找伊。伊伫写时伊就是真紧张啊，四界拢去找，嘛问人讲伊伫倒位，尾也才找着，找着了当然真欢喜嘛。伊这个迄时阵的写法就是安尼啦，伊就讲我比这个动物就抓，讲拜托你毋通来搅了阮就对啊，对，互阮两个做伙。搁落来是第3首，这是第3章第60到11节，这第3首歌，女诶。迄个对旷野来，形状亲像火粉的跳，用木药、煮香甲生理人。得卖诶香粉，互伊发出香味诶是啥人？你看，是所罗门诶桥，四围有60个勇士，拢是对以色列勇士中敬诶。因拢熬用剑，熬烧箭，逐个腰下刀，防备迷时诶危险。所罗门王用黎巴嫩诶茶为家己做一顶桥，挑用银做。挂用金做，座位用紫色的材料，内面是用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的爱情铺的。錫安的查某囡仔就出去看所羅門王，伊伫王冠，伊的老母伫伊结婚快樂的日，甲伊伫的。所以即嘛劇情有變化。對，即嘛即個女性伫外口看到一台車，咱就是反正叫啦，因為你來可能是的轎子啦，是所羅門王坐，邊仔還有真濟勇士，這應該是迄個年代人大攏真敬仰的一個王嘛，對啦，而且這個人攏真想要做伊的太太吧，我拄仔講迄個劇情就是有人講，這個人其實就是拄仔這個查某所聽迄個飼養的啦。但伊一開始伊無表明伊誒身份，就是所羅門王。但即馬是即個查某毋知影，伊看了即個所羅門王。反正你安尼想會使鬥會起來啦。但咱即馬就是即個雅句吼，是大概有屬於人解說人上較濟啦。對你誒解說上濟人贊成啊，上濟人反對，攏總有啦。所以這無奇怪。毋管是安怎，你用字面看，伊即嘛就是用另外一個口氣去描寫這樣代志，就是所羅門王出現啦，有真氣派，嘛真受到大家歡迎。
过来第四章角色换男吼，第四章第一节男的安尼开始吼。我的爱人，你真水，你实在真水。你的目睭亲像粉鸟蜜伫皮的内面，你的头毛亲像规阵山羊倒伫激烈的山坪，你的喙齿亲像拄剪门规群的羊母，洗清气对水里爬起来，逐只拢生相生，无一只拍算。你的喙唇亲像朱红的线，你的喙生做真好看，你的鬓边伫皮的内面，亲像掰开的石榴，你的颔管亲像大笔的塔，坚固好看，吊满勇士的盾牌，你两粒铃亲像一对鹿仔，亲像乐母的双生囝，伫百合花中伫食草，日亮冷，影春长的时，我要去木叶的山。甲乳香的山头，我爱人，你实在真水，无一点仔通嫌。哦，因为这真好笑啊！这写得真为头开始学落来安尼。那么我淡薄这有人现在看字面较知影什么意思啦？譬如讲，无书讲讲配啊，配是面纱的意思啦。伊看伊描写讲伊的喙齿偌尔啊白啊，那像一阵羊啊安尼，摸真水。那个喙唇啊是迄个丝带安尼，哦这无简单哦。毋过那像迄个塔安尼真直啊，真坚固。但是这就讲着什么铃啊，那迄个羊啊的迄个一对鹿啊，一对鹿啊的食草。愈讲愈会开，你家己读。但是伊只要讲就是真完美就对了。对了。第八节，我的新娘啊，离开黎巴嫩，甲我做伙来去。对阿玛拿的山顶，对示尼尼就是黑文的山顶，对西的黑，对巴大的山赶紧落来。我的小妹，我的新娘啊，你有夺我的心。你目睭一个看，用你颔管的一条金链啊，就甲我的心夺去。我的小妹，我的新娘。你的爱情那遐美妙，你的爱情实在比酒较好，你高油的香味比所有的香料较香。我的新娘啊，你的喙唇甜，亲像对香蜜滴落来的蜜，你的舌有蜜有冷，你的衣服有黎巴嫩的香味。我的小妹，我的新娘是扫地的园，看捌的井，风捌的水泉，你栽种石榴的园。出真侪种上好的果子，阁有庄稼花、甲拿达树，有拿达甲番红花、菖蒲、肉桂甲乳香、木叶、沉香甲一切上等的香料。你是园中的水泉，活水的井，对黎巴嫩流落来的溪水。哦，这无水就翻嘛，无好翻的，不过这迄个描述。一寡音乐就用得真好了吼。对啊，但是这可能对咱台语无啥熟，是讲对啦。你讲什么哪达树，咱遮嘛无看过这物件。对啊，迄拄到食物啦、动物啦吼，这也是什建筑啦啥，足济哦，迄实在真正阮内面真侪剑仙。对啊，而且佫有一寡地名，但你会使看出来讲，迄个时代可能对迄个黎巴嫩这个所在。伊想象是真水的所在，伊有迄个真好的树啊，还有迄个什么真香的所在，迄个香料啦，一块迄个真好的迄个物件啦。而且这个年代可能较无迄个，就咱即马爱讲你有偌济存偌济钱啊，迄个较毋是迄个数字的，伊是用较实际的物件，比如讲高级的迄个香料啊，咱即马可能。较袂欣赏讲上有真好的香料，更上有真好的茶吧，真贵的茶。看什么人啊？女的可能嘛是对，有女的有人香水嘛是秀香水嘛是有人会抑个做爱啊。对，但是这个年代写的拢是番红花，这即嘛嘛真贵啦。肉桂这台语我肉桂我这细汉的时候，我这路边有咧卖呢。我细汉足少的一角我要给倒喙里薄薄做零食呢，做细细个食呢。
今晚你若要知影肉桂，你会使去麦当劳食迄个苹果派。我知，我太最爱食迄个味，肉桂的迄个味。我是普通啦，无讲兴干那啦，爱人就爱，无爱人不爱。有一个时代的欧洲迄阵要去迄个印度啊，啥买迄个香料，因为迄个时阵会使拿迄个黄金安尼就卖啦。对。真贵重的物件。航海大发现的背后背景足济，就是欧洲人想要来当找香料。即马可能就要找石油，即马话要找石油，要找迄个什么稀有金属啊。对。但你看你若用安尼写讲，你卖出来那石油，就淡薄怂气。刚才这香料看起较高级吼。我感觉这安尼读起嘛真趣味，知影迄个时代的人安怎描写。对，过来第4章16节是换女的咧唱，伊唱一节啦吼。北风啊起来，南风啊吹来，吹来我的园，互伊的香味遍满逐所在，互我亲爱的人入伊的园内，享受上好的果子。即个足侪人将伊甲人生甲信仰结连做伙，讲人生需要北风，互你试炼；人生需要南风，互你烧热，互你有气力。两种拢需要哦。安尼看哦，大项拢看袂了。但是安尼就变成讲想过理性，对啊，就是传统的解说法，像即只就是像类似安尼解说法。哦，但是嘛是邀请伊进入这信用内面嘛。有北风有南风啊，这花园真水啊，大家做伙来啊。但伊这入面看的是叫迄个查甫来尔嘛。拄啊讲遮物件，你就感觉讲迄个花园应该真水啦，真香啦。过来第5章第1节是男，我小妹我新娘啊，我有入去我的园内，挽我的物料甲香料，食蜜房甲蜜，啉我的酒甲奶。亚罗撒冷的查某囡仔，我的朋友来食来啉，真情来享受爱情。这拄啊插一句，这就是敢若讲边仔有迄个合唱的感觉吧。讲安尼娱乐恁的爱情，恁的食啉啊，尽量享受恁的爱情。这有人这种解说就是讲，这其实是一个戏剧。这嘛是一种讲法啦。就讲有男主角、女主角啊，边仔还有一阵合唱团的。对。安尼嘛会通啦，讲实在。对啦。上帝通过真济适当帮助咱的信仰，帮助咱的身体，帮助咱的灵性，我感觉拢好啦。而且伊有鼓励你去欣赏你边仔的人嘛，去欣赏这个世间啊。对，这嘛是信仰啦。看到大自然引起欣赏的心，这是上帝赏赐人足特别的物件。这是真好的代志。基督教敢毋是讲叫伊关于禁欲啦，啥物一个崩坑内底拢卖出门安尼，迄个甲这无共款。咱过来是第4首啊，是换女的吼。1节，我得困，毋顾心要精神，听咧我亲爱的在拍门，讲换男的唱，我的小妹，我的爱人，我的孙权的婚照，甲我开门，我的头壳互露水滴淡，我的头毛淡落落。这尾仔就真迄个，但是这一开始是讲，敢若半暝这个查甫来找伊啦。第3节换女的，我已经脱衫，着搁穿哦，我已经洗骹，着搁拍垃圾哦。我亲爱对门旁伸手入来，我心为着伊激动，我起来要甲我亲爱开门，不料对我的双手滴落去，对枕头啊滴落去门窗，我甲我亲爱开门。毋过我所爱已经活转身去啊！伊拄则讲的话，互我心不附体。我找伊找无，我叫伊伊无应。城内巡逻的人拄着我拍我、伤我，个城墙的人将我满身躯的筋抢去。亚罗撒冷的查某囡仔，我拜托恁，恁若拄着我亲爱，就甲伊讲，我因为爱情治病。过来是亚罗撒冷的查某囡仔，这边仔合唱团。第9节，你这个查某囡仔中上水的啊，你亲爱比别人亲爱有啥物较好？
你亲爱比别人亲爱有啥物较好？达得阮答应你的要求。所以这段故事差不多是讲，可能这个人的这个查某在迷茫，啊，是安怎？反正就是半暝时，伊感觉讲有人在拍门，啊，伊嘛无穿衫，啥在想讲爱情要来啊，但是开门煞无，啊，伊个出去吹，嘛无，啊个受伤去物件叫人摕一下，对，描写一个敢若要失去爱情迄个感觉，伊才有一句我看嘛，定有人讲咧。我要找伊，但是找无，我咧叫伊，煞无迄个回应。就你若要用俗人的讲法，就是你信用当下拄着即个，对，敢若上帝无上帝答案安尼啦，无听着上帝声迄个感觉，这嘛有描写哦。其实真侪人拢会安尼啊，譬如讲像这2年的这疫情啊，还是讲战争啊，啥有当下你拢会想讲，我要安怎我。学出咱即个上帝哪互即款代志发生？对啊，还是讲足侪人袂明白诶。较早迄个香港有让你拍拼，感觉讲咧行正义诶道路，但是无发生什么较好诶迄个发展。所以你若要用俗人诶角度来看，这嘛是伫描写，讲出你诶感觉，就是讲你感觉真意外、真要紧诶物件，一直无来诶时阵，迄个压杂诶心情。过来5章10节是换语的哈。我亲爱的英俊佮勇壮是万人中的第一。伊的头壳若纯金，伊的头毛暗佮球，乌亲像乌鸦。伊的目睭亲像朽伫溪边的粉鸟，用冷洗过，亲像保照安置好势。伊的喙皮亲像花黄庆祝香味。伊的喙唇亲像百合花滴落真芳的木雕，伊的双手亲像金的管，伤清玉；伊的身躯亲像光滑的象牙，伤拿宝石；伊的双骹亲像大理石的条，安置伫纯金的座；伊的体格雄伟，亲像黎巴嫩，水亲像碧香树；伊的喙真甜，人人意爱。亚拉撒冷的查某囡仔，伊就是我亲爱，是我的爱情。对啊，因为这个差不多回应着拄啊迄个合唱团，迄个女主问讲，你的爱情有什么特别的所在？爱着写几歌，啊，这嘛真好写啊，那什么象牙啊、象牙啊，啊嘛像宝石啊，啊嘛像粉鸟啊，对啊，伊这拢用迄个真具体的物件，对。去甲表现出来，那球啊，你遮尔啊悬啊，所以你得感觉讲哦，这已经意外这个查甫的啦。过来第6章第1节啊，上开始这也是亚拉撒冷的查某囡仔啦吼。你这个查某囡仔中上水啊，你亲爱去倒位？你亲爱活转去倒位？愿通甲你做伙去找。因为一开始讲伊咧半暝咧等迄个查甫出现，无出现嘛。啊，伊意思讲。拜托来帮我吹，啊，有描写这个查甫哦，真好啊，啊，这女主讲好，我来甲你斗吹，但是你甲我讲伊伫倒位，对第6章2节开始是女的讲吼，我亲爱落去伊的园，去庆祝香味的花园，伊伫园内饲羊，各挽百合花，我属我亲爱，我亲爱嘛属我，伊伫百合花中伫饲羊。你若用字面讲，就是伊应该是伫顾羊啦，伊要倒吹。第6章第5节男的开始吼，我的爱人啊，你水亲像得瑟，可爱亲像亚拉撒冷，威仪亲像亚大旗的车队。你的目睭毋通看我，因为会夺我的心。你的头毛亲像规群的山羊，对激烈的山坪掉落来。你的喙齿亲像规群的羊母，洗清气对水泥爬起来，逐只拢生相生，无一只拍算。你的鬢边伫皮的内面，亲像掰开的石榴，就是讲有60个王妃，80个嫔妃，阁有算袂了的宫女。你是我唯一孙传的婚照，是老母独生，特别疼惜的查某囝。查某囡仔看到。
拢讲伊有福气，王侯嫔妃嘛称赞伊。第10节，光彩亲像清早的光，水亲像月，灿烂亲像日，威仪亲像亚大旗的军队。迄个是啥人？我落去佛陀园，要看山谷中的果子，看葡萄发芽啊未，石榴开花啊未。不知不觉，我哪亲像坐伫尊贵的人的马车顶。这段都拢是迄个查甫讲的，查甫的，哎嘛是讲这个女性偌水啊，有诶所在甲拄啊共款，比如讲喙齿哪亲像迄个羊啊，啊，但是伊才有讲到一项代志，就是第8节王后甲8节诶迄个嫔妃啦，嫔妃，但是伊较听一个尔，就是你若要用信用看，就是真正偶像还是真这种信用边啊，但是。跟一个是值得你听啦，其他的拢毋是啦。对啊，这个有啥物特色？伊有像啥个，像迄个太阳，遐尔公平，佮有讲到啥物像迄个耶路撒冷，遮尔好。过来雅歌第6章第13节，这是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啦，哈。13节跳啊，苏拉密跳，射过来，射过去。互阮看你伫跳舞，像讲者苏拉密即马出现啊，就是这是一个地名嘛。对，就是刚刚这个查某是住咧这个苏拉密这个所在。所以有当时人讲是苏拉密女。对，换女诶，你若伫看苏拉密，亲像伫看两队诶兵跳舞。南要讲尊贵诶查某囡仔，你穿鞋骹哪遐水，你大腿诶。曲线水亲像珠宝，是艺术家的杰作。你的肚脐亲像杯圆圆，有调和的酒不时满旗。你的腹肚亲像归队的马，有百合花为例。你两粒领亲像一对鹿仔，亲像鹿母的双生囝。你的颔棍亲像象牙的塔，目睭亲像希实本的水池。伫巴德拉边的城门边，你的鼻亲像黎巴嫩的塔，冰黄大马士革。你的头也悬悬，亲像加比山，垂落来的头毛是紫色。王的心，互伊甜的。第6节，我心爱你，那遐水，遐可爱，那遐尼互人意爱。你的身材亲像椰枣树，你的脸亲像规拍的果子。我讲。我要爬起这丛椰枣树挽果子，愿你的脸亲像规拍的葡萄，愿你的喙亲像苹果遐尼香，你的喙亲像上好的酒。你材料有淡薄歹势吼，但是我感觉伊迄个，伊到遮伊个法度用新的方法去描写，这也真高吼。即嘛用迄个声势喏，你讲。目睭敢若水池啊，鼻啊那像一个塔，啊个会使看着迄个大马士革，对，迄阵可能阴茎显身的一个大肚脐，啊头敢若一粒山，这种迄个地名啦。头毛那像迄个，这样第5节这是啥？第5节讲你的头也悬悬，亲像加密山，垂落来的头毛是紫色。对，刚才迄个年代紫色是。真尊贵的，到即摆嘛，也有人感觉迄是黄的色啊，有紫禁城哦。但是我是看主要是讲早期啦，一直到迄个19世纪还是那个化学工业开始起来的时阵，大概都生出紫色。安尼啊，无以前紫色为带来的啊，对对，迄个蛤蟆内底有迄个壳内底有紫色，看为遐来呀。所以想要遮尼贵的是安尼，但是看得出来，迄个年代已经知影有即个物件。这有当时我觉得历史的物件还是看，而且真趣味啦。就是讲，已经迄个用迄个声势，另外看得出来，迄个年代有真水的迄个建筑台嘛，建筑，有真水的建筑啊。包括什么水池啊，应该拢从遐遮水，带用来迄个描写讲这个。查某啊，偌好看。过来雅歌第7章第9节吼，
你的喙亲像上好的酒，换查某诶，愿迄个酒留住我亲爱的喙，啉了骨后，我属我所爱，伊所恋慕的是我，我亲爱啊，来，咱来去野外，来去庄头休眠，咱透早起来去葡萄园，看葡萄不厌开花也未，射流开花也未，伫遐我要将爱情献互你，吹真果出香味。伫咱的门边有逐款真好的果子，新的旧的拢有。我亲爱，这拢是你甲我保存的。过来第八章，你若是我的兄弟，试过阮老母的灵，毋知偌好。安尼，我伫外面拄着你，甲你亲嘴，就无人会看轻我。我会带你入去阮老母的厝，伊会教示我。我会互你啉调和酒，甲下流的汁。你用倒手扶我的头壳，用正手揽我。要了失恋的查某囡仔，我恳切甲恁吩咐，毋通拍醒，毋通搅扰阮的爱情，甲阮欢喜满足。魔术一直有弄他的石榴啊，对，石榴，这伊拢讲下流啦，下流吼，大家即马拢翻做下流。嘿，这你可能爱找看还生这上面款，我一时间是吧？台湾看到的石榴，毋知有相共无？这我都毋知影。我这个查看嘛，就是嘛是共款一款真水的花，啊嘛会使结果子，算讲伊遐真流行诶。那用咱台湾人下可能就是什么酸啊，但是嘛是买啊进口诶，荷兰人带来，荷兰人带来物件袂少咧。对，听讲咱迄个水牛嘛是因带来。对啊，红毛头嘛是啊。对，土的红毛头，水泥、混凝土，对。对于南洋来嘛，袂少物件。对啊，所以咱下可能就用无共款的水果啦。讲到葡萄，我就想起讲台湾有一寡教的吼，禁止人啉酒，毋过有酱酒会使啉，葡萄酒会使。因为圣经有葡萄酒，完了哦。但是应该是无讲袂使啉吧，袂使啉醉。毋通啉醉啦，家己的节就好啦。你若讲干葡萄酒会当啉，咱查某人做回来，迄米酒，加酒拢透米酒伫内面呢。但是，伊这有讲一个，我感觉真无共款的，就是讲，你若是我的兄弟啊，就是咱敢若有亲情的关系啊，咱人迄个路顶拄着，我甲你真喙，别人就袂讲啥物意见。这嘛拄开始讲着啊，咱会甲真侪物件分甲诚清楚，就讲啥物物件是男女之间的啊，啥物件是朋友啊兄弟啊，但这大家文化是无共款，大文化拢无共啦，就像迄个年代，可能亲情中间拢会真喙啦，第六首，也有失恋的查某囡仔，对旷野上来，摕伫伊亲爱的身躯，迄个是啥人？换女的唱的吼，我伫苹果树骹甲你叫醒，我的老母伫遐怀孕，伫遐经过催尽的痛苦生你，互我亲像印嵌伫你的心内，亲像印挡伫你的手骨，因为爱情亲像死遐尼有力，情热亲像阴火遐尼强烈，所发出的炎热亲像火焰，亲像极冰烈的火焰，大水袂当拍花爱情。溪水袂当甲伊消灭，人若用伊所有的财产来买爱情，一定互人藐视。所以这段是上较紧诶，总算讲到遮来。先讲一样代志，这嘛是伊刚甲牧师开讲知影，就是阵痛啊，吹樽啊，台语早期或者吹阵，吹樽嘛，这标准的讲法。即马拢讲到顶听去，顶听。你小讲啊，较早讲果子啊，即马拢讲水果呀。啊，毋过来考试的时候，你讲果子啊分数是较悬啦，讲你还要讲正版的台语啊。对，就是讲咱会因为迄个语言去套人了会。对，这正常啦，拢会啦。但是有当时啊，你会真想要保留一寡原来原本的，像。吹樽听也袂歹听啊，真好啊！迄个一直咧吹，迄个听一直咧吹啊呢。虽然是现代台语啦吼，毋过咱感觉这个甲保留落来吼，实在是足好啊。毋通甲翻做顶听，我感觉实在是拢袂，无迄个无迄个吹樽遐尼水。
咱即马在听的这听众朋友，毋知偌济人知影水准哦。但你即马，你若毋捌听过，但是我相信咱讲过了，你就会记得啦。后盖若拄着时，你就知用水准。啊，另外这段就是上侪人爱用的，就是讲爱情有偌尼啊，迄个地位有偌尼啊悬，无法度用迄个钱来换。而且你若要用钱换，基本上看袂起。若是钱买袂着尔，伊是敢若火安尼烧啊，用水嘛无法度甲消灭。有当时啊人会引用这段啦。我可能金库都用这段。安尼好，但是咱若要用迄个迄个较俗人的讲法啦，这段嘛是讲信用，就是遮尔啊高级，袂使用钱换。对啦，对你检读一项，较早在读神学啊。啊，是讲你甲迄个教会关系啊，是讲你甲上帝关系啊，这毋是世间的这物件法度改变的。这早期就是安尼解释。对啊，但是你用字来看，就写得真好啊。第八章第8节就是路的兄弟啦，哈。对，有一阵迄个新的角色出现。阮有一个细汉小妹，伊的灵也未发育成熟，人来提亲，阮着安怎甲伊说法？伊若是墙，阮要伫伊的顶面去引他；伊若是门，阮要用百香茶帮甲伊围起来。所以刚刚是伊的兄弟啊，毋敢讲这小妹嫁出去啦，但是这查某的伊敢若想要嫁啊。情窦初开了哈，路的第10节开始哈。我是墙，我的灵亲像两个塔，我亲爱的一个看到我就心满意足。11换南，所罗门伫巴勒哈文有一区葡萄园，伊将这区葡萄园租予固守的人，因逐个人为着因的果子，就纳1000的银。我有葡萄园是我家己的，所罗门啊，迄1000你摕去。200互固守果子的人，踮伫园内的查某囡仔，东畔拢得听你的声，你嘛互我听一下。14节换女的，我亲爱啊，赶紧来，亲像羚羊，亲像鹿仔，来到庆出芳味的山。所以想要这段我在头前我一直倒袂起来，知影？你讲头前刚才讲这爱情。袂使用金钱去换，但是这个突然去讲出一寡迄个金钱的物件，这敢若是提亲啊，提亲，啊，这兄弟也甲主动，但是这个查甫讲，我其实嘛有一寡钱，会使互伊照顾啊，先嘛，啊，这应该某一个听到，咱解释讲，这是收集来逐位的歌，有种讲法哦，这个就连法务所的册内面写讲，应该是。较北边的一寡支族因中间流传，后来传来较南边，啊，到王宫，啊，有人将伊收集起来，啊，献互这个所罗门王，这有种讲法是安尼，啊，这种讲法对一寡问题会当解释啦，因为这看起来敢若毋是共一个人。我一直想要讲一个故事，但是你嘛在想讲根本无故事，伊就是一段一段呢。对。可能是逐位情况，大家感觉袂歹，啊，就收安尼收起来。但是因为我是淡薄希望讲伊上尾会当做伙，大家人拢嘛安尼。对啊，所以我看电影啥拢嘛是迄个。对啊，一见钟情那个告诉终成眷属，终于过着甜美幸福的生活安尼。而且是一个对一个安尼，边仔慢慢甲你交流，对，这安上好啊，边仔像咱兄弟啊拢赞成，因烦恼的代志拢有答案，讲哦，可能无钱啊啥，我嘛拢有啊，我嘛有样啊啥，就感觉其实真好的、真美满的迄个结局啦。对啊，圣经嘛讲嘛，一个人无好嘛。我感觉两个人做伙真好啊，是讲迄个教会的关系啊，是讲信用的关系啊，拢真好安尼。这我看的心得是安尼啦。无是有啥物补充的？传统迄款物俗里个解说咱尊重啊，但是即马一寡家解说是真乖，咱嘛拢爱尊重啦。上帝教会和上帝通过圣神，互这教会的人会当将这编辑做一本册，加做咱的圣经，拢爱保留，这拢是咱的传统，咱的宝贝啦。毋通讲啊，我得
中一排就轻视一排，免安尼啦。我是感觉特别咱今仔日爱用台语读是，要甲你讲这上水的这个爱情啊是。嘛，我都用保护。对，这真要紧。你就怎讲？有一个时代啊，你若是拍电影诶啥，讲台语差不多拢落寞啊。系啦，啊是讲无读过册。我马上咧扫头壳啦。啊，就讲台湾国语啊，就讲安我较毋捌字啊。啊，查甫缘投拢一定字正腔圆，字正腔圆的啦。女的吼，就是硬要嫁伊啦。迄老爸老母无明理啦，毋互伊嫁啦。讲迄吼，迄外省的毋好啦，啥？甲你编即个故事啦，对，即摆较毋敢啦，即摆较毋敢。对，但有经过迄个时代啊，经过迄个年代过啊。对啊，但你即摆来回想，你刚刚讲，有当时这真好迄个文章啊，啥，伊本身。对伊价值的，对啦。啊，我要讲的是啊，我嘛感觉这本册真歹解说，但是我感觉讲伊写真水，我就细个看，啊，有一个迄个网络一个太太啊，伊讲伊读了后，伊感觉真见笑，安那，你知想真见笑，是啦，我就回想起来，我讲俺结婚几十年啊，阮其实已经真久无对。彼此安尼，彼此讲一句好话，来讲什么时阵我头前这个人，我看到拢是上歹的所在。但是你看伊这为头毛啊，为四季拢有找着足通学乐的所在。而且伊是你若安尼变过来看，是变讲伊去外口看到这个塔，看到这张树啊，伊拢会想着讲我有一个上意爱的人。伊就甲这共款，我会想着伊的目睭啊，想着伊的什么所在。伊讲我实在真歹势，查某着拍拼趁钱，查某着做家事，啊，迄个定型的观念，啊，逐个拍互迄个用，生囝咧，感觉都真自然，到时着生囝，啊，套想讲什么情爱即款的代志，哎哟，我实在是感觉哦，我顶一代用我啦，我顶一代感觉真可怜啦，我感觉无去享受着人生啦，真正享受着人生啦。对啊，但是你看圣经有甲你教示啊，对，是真水的物件，这拢是迄个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啦。对啊，真好。好啊，咱想要来读金句。来，今仔日咱读迄个雅歌吼，我用雅歌6070吼，即句真侪人爱读。大水袂当拍花爱情，溪水袂当甲伊消灭。人若用所有的财产来买爱情，一定互人藐视。佮读一摆，雅歌6070。大水袂当拍花爱情，溪水袂当甲伊消灭。人若用所有的财产来买爱情，一定互人藐视。